你唔係英文唔夠好，你只係需要有一個熟悉官方要求嘅個人話俾你知 IELTS 同埋 DSE 嘅真正分別喺邊度。 Miss Clara，其實我英文成績唔差 ，DSE 英文甚至有 Level 5以上，但係點解我考 IELTS 次次都唔過7分嘅？我完全明白你嘅感受，因為我都經歷過由香港教育制度轉到英國教育制度嘅衝擊。喺17歲喺英國升學嗰陣，我發現如果繼續用香港嗰套背生字背模板嘅模式喺外國讀書考 IELTS 嘅話係行唔通嘅。於是我調整咗學習嘅策略，由讀英文變成用英文，最後一剔拎到 IELTS 試卷7分以上，拎到世界級頂尖學府嘅入場券。我有一個門生叫 Lucas，係2024年 DSE 嘅榜眼。佢當年英文科拎到5星星，但係自修 IELTS speaking 卷就卡咗喺6.5分。於是我用過來嘅經驗，再加上 IELTS 官方導師嘅專業培訓標準，幫佢調整咗一套 speaking 嘅考試策略，最後順利直入牛津大學數學系。所以有啲學生並唔係英文唔夠好，而係只需要一個熟悉官方要求嘅過來人話俾佢知 IELTS 同埋 DSE 嘅真正分別喺邊度。如果你都好想好似 Lucas 咁順利得到名校 offer，實現夢想，就快啲嚟報我嘅 IELTS 問7奪8精讀課程啦！我哋堂上見。